近期如果有留意博覽中心呢邊嘅大戶型，今日我哋一定要嚟好好地感受下呢一套標準嘅複式，帶埋100幾萬嘅裝修，睇係咪你心中嘅夢中情房。6米嘅中空大廳，加埋前牆嘅大理石到頂，顯得又高貴又優雅。而家裝修保養非常之好嘅，可以做到真正嘅拎包入住，我哋可以感受下。而家我哋就嚟感受下2樓嘅空間。2樓空間咧就整成咗有3房、2個套間同埋1個小客廳，一樣全部都係前牆瓷磚到頂，設計裝修保養非常之好。我哋可以感受下每個位置嘅空間。呢邊咧就係可以整成個2人房，帶埋個衣帽間、套間同埋大嘅休息嘅地方。呢邊咧就呢個面積完全係贈送嘅，又整成咗書房，帶埋個陽台。如果想執漏呢種大戶型稀缺嘅複式，一定要嚟好好嘅感受下呢一套，睇有冇中意嘅朋友，歡迎隨時聯繫。多謝。